请尽同心来敬拜上帝。全地着敬畏上主，凡若徛起伫世上的，拢着惊伊，因为伊讲出就有，伊命令就行在。大家来吟诗阿罗上帝，圣诗251首，圣诗251首，请起立。
使徒圣经做伙来告白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就是囝，咱的主，对圣神投胎，对在西鲁玛利亚出世，因为着来受苦，定是个死埋葬，落阴府，第三日对圣中复活，上天当作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，伊要看我的心看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天堂的公教会，天堂的上空，罪赦免，就体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大家用诗篇33篇第1节到第12节来应答上帝的话。恁义人啊，就因为上主来欢喜。恁着弹琴感谢上主。着对伊唱新的歌，大到真好，声音响亮。伊欢喜义理甲公平。遮个天对上主的话来做。伊煮一海水亲像规堆，收藏青烟伫库房。凡若徛起伫世上的，拢着惊伊。上主互列邦的计划归伫空空，互正百姓所想的无功效。令上主做伊的上帝下，迄个有福气。同心来祈祷，请天父上帝，阮伫即个主日的时阵来到你的面前，要用谦卑、感谢、敬畏心来敬拜你。阮的性命拢是你所赏赐的，阮每一日所享受的平安，是你恩典，互扶持阮到今日。主啊，阮嘛要伫你面前承认阮的软弱，伫过去的日子，有时阵阮无甲你放伫性命的头前，有时阵我用家己的意思来行，无照你的真理来活。阮可能伫讲话中伤害人，阮的心有时阵有怨恨，伫生活中无关心所需要关心的人，嘛伫信仰中无热情。求主怜悯阮，赦免阮一切罪，互阮的心重新改变。主耶稣，感谢你到这个世间为阮受苦，定是价，第3日了后过活，互阮脱离罪恶，也有永远的盼望。求主你用圣神帮助阮，互阮伫家庭、伫工作、伫学校中有平安，嘛伫困难中有信心，嘛伫选择中有智慧。天父上帝，阮为着今日的礼拜来祈祷，愿主你掌管这场礼拜，互阮所唱的歌、所献的祈祷、所读的经文、所听的讲道，拢诚做荣耀你的敬拜。求主互讲道的牧师，互你的话清楚传达，也互听的人深受感动，灵命得到造就，信心搁较坚固，嘛互每一人搁较亲近你。求主保守服侍同工，互每一人无敢若靠家己，也是靠主你所赏赐的恩典来服侍，伫服侍中荣耀主。主，阮为着教会的礼拜，兄弟姊礼拜中的兄弟姊妹来向你祈祷，求主你帮助阮对信仰有热情，无敢若用习惯来参加礼拜，是为着真正要追求你，互阮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，愿意互你的话光照，嘛愿意伫你面前悔改，互阮
听讲道了后，毋是转去就袂记哩，是会将你的真理活出伫每一个的生命中。伫无用的代志，犹原会记你亲近你；伫顺畅的时阵，会感谢你；伫困难的时阵，无离开你；伫软弱的时阵，愿意倚靠你，求助你，兼顾阮的信心，互阮有属灵的帮助，知影啥物代志是合你的心意，啥物代志是要放落来的代志。主爱天父，求主你看顾台湾的社会，互人有平安，互即阵者有智慧、公义、甲灵敏，互意见无共的人学习尊重。嘛求主你保护一片土地，远离战争、灾害、混乱甲无义，互教会伫台湾社会中会使做光做盐，勇敢的传扬福音，关心人的需要，守护真理，见证耶稣基督的疼。求主互阮避万心，互阮专心听到你的声，愿圣神伫阮中间，嘛互咱离开礼拜堂的时阵，带了信心、望甲疼，继续每一日的生活。阮生生拜礼以上的祈祷，即时嘛爱照主所教示的祈祷文，同声祈祷因讲。
请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第9章第9节到13节，第18节到26节。耶稣对遐经过，看见一人名马太，坐伫向官，就甲伊讲：对我，伊就起来对伊。耶稣坐倒伫伊的厝，有济济头向的甲歹人来，甲耶稣传伊的学生同齐。法利赛人看见，甲伊的学生讲：恁先生写书甲抽象的，以及甲歹人相甲食。耶稣听见就讲：勇健的人无欠医生，独独破病的人就着。总是我爱怜悯，无爱祭祀。即句话啥物意义？恁着去学，因为我来毋是要招义人，是要招歹人。18节，讲遐个话时，拄当有一个官来拜伊，讲：我的查某囝拄仔死，总是你来用手摸伊，伊就袂活。耶稣起来对伊去，伊的学生也去。拄当有一个妇人人，血流12年，行我伊的脚趾后，摸伊衫裤的手，因为伊心内打算讲：我简单摸伊的衫就会好。耶稣我转身看伊，就讲：妇人人啊，做你安心，你的信互你好啊啦。对迄时，妇人人就好。耶稣到迄个官的厝，看见分担的也有众人哭，就讲：退去，因为查某囝毋是死，是咧困。因就领笑伊，已经赶众人出去，就入去，牵伊的手，查某囝就起来。这个风声变传伫即个地方。请陈美玲牧师讲道，题目是插队的恩典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毋知影敢有兄弟甲我同款，是迄种伫某一天爱做某一件代志，就先爱写落来的人吗？若无法度按照原本的计划完成，我会感觉非常的碍拗。譬如讲，每礼拜拜5的暗时，我是安排扫便所。无论迄天安怎无闲，甚至破病，我嘛爱将便所扫清去，迄天才算是结束。所以，若甲我有共款镜头的兄弟姊妹，恁嘛一定真无爱伫工作的时，互人打断工作的顺序，也无爱你计划好的人生，突然间插一件你原本无安排的代志，也是咱努力维持的一种的特殊，突然间互拍乱。这个代志若发生伫我即种人的身上，我会感觉非常的恶杂。但是当我重新读一解今仔日即段咱非常熟的经文，我较得到一个新的启示。因为今仔日经课表所安排的第9节到13节，第18节到26节，就是几下个互打断的故事。拄仔伫抽象的马太。耶稣打断伊的职业，耶稣要去管会堂的人的处理医治伊的查某囝时，较突然间，互另外一个需要，就是迄个得着血流12年的妇人人，甲伊挡落来。当耶稣到伫迄个管会堂的人的处理，全家一定伫遐处理即个查某囡仔的丧事的时，耶稣较打断因规个仪式。所以，这规段经文好亲像是互恩典插队的画面。咱看见耶稣为着要显明伊的恩典，伫人想袂到的时间，拍破人定的规矩，拍破人设的特殊。所以我就伫想，咱会期待上帝按照我安排好势的顺序伫做工，这敢嘛毋是一种骄傲吗？就是我望我会当控制我家己的人生甲计划，较毋愿意互上帝伫其中来做工。但是今仔日福音互咱看见的是，
福音毋是按照定时来进行，耶稣是仰望会当行入咱每一个人的混乱、见笑甲绝望的中间来想思伊的恩典。所以咱来看今仔日这段经文。第一段是马太奉呼召的记载。这段经文伫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拢有记载，但是伫马可福音称呼这个人是阿勒斐的囝利未，路加福音叫这个人叫做利未，马太福音讲这个人叫做马太。安尼，这三段经文所讲的，敢是同一个人咧？伫圣经中间，咱定定看见，当一个人互上帝呼召了后，就会互上帝改名。改名毋是为着运势，是因为上帝对伊有特别的安排。亲像伫旧约创世纪，亚伯兰互上帝改做亚伯拉罕，意思就是最国的老爸。虽然迄当时亚伯兰连一个囡仔嘛无，但是上帝应允伊会成做万国的老爸。雅各互上帝改做以色列，就是以色列民族的起源。新约咱认识的耶稣的学生彼得，伊的名意思是石头，但是当耶稣呼召伊，予伊一个新的名叫做基法。基法的意思嘛是石头。耶稣改变彼得这个固执的石头，予伊成做起造教会的石盘。虽然马太毋是耶稣互利未这个抽象的人的新的名。真有可能是伊互耶稣呼召了后，伊家己开始使用安尼一个新的名。马太的意思是上帝恩赐、上帝礼物。伫教会传统内面嘛认为，马太福音就是马太所写的。一个会当写出马太福音的人，一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。但是伫今仔日这段经文，伊竟然写出，伊是一个做抽象的。当时做抽象的，甲现代国税局的公务人员是无共款的。耶稣时代抽象的人，是替罗马政府去甲家己的同胞犹太人抽税的人，并且当时无电脑，无任何的凭据，所以真侪抽象的乌白来。可能因甲百姓收2箍，1箍入罗马政府，但是1箍就入家己的落地啊。所以犹太人非常讨厌这抽象的人。咱对撒该的故事嘛会当看出来。但是马太改变的时刻来啊！有一天耶稣对伊遐经过，看见伊，甲伊讲：“缀我。”马太无任何的推辞，伊马上离开伊的工作，跟缀耶稣。伫遮的缀，毋是甲耶稣做伙行路那尔，伫遮的缀是做学生。原本是一个趁真侪钱的职业，为什么马太会当马上放弃来跟缀耶稣咧？缀耶稣看起来无任何的好处，连大的所在嘛无。这甲伊原本真好业的生活差太侪啊！但是伫遮有一个真关键的动作，就是耶稣看见马太的这个看见。伫中文看见就是看见，无啥物特别。但是伫希腊文看见的意思是仔细看、细腻的看。这个看见一定互马太产生真无共款的感受。咱想看觅，一个抽象的人，别人安怎看伊，就是迄种轻视的眼光、厌恶的眼光，袂捌有人好好啊看伊。但是耶稣会看，好亲像，互即个坐伫向观的马太看见家己的罪，看见家己伫金钱下面所藏的迄个贪心，看见家己敢若散甲敢若剩钱那尔。看见家己无朋友，看见家己无法度进入圣殿去亲近上帝。耶稣一看伊，伊内面迄个上真实、上黑暗的状态，拢总显明出来。
另外，马太对耶稣看见伊，一定印象深刻，因为马太伊伫马太福音拢总使用60几届的看见、看，这证明耶稣的看见确实就是改变伊的一个起点。伫马可、伫路加两本福音册提到耶稣12个学生的时，拢无写着马太是一个抽象的人。独伫马太福音，马太伊家己所写的册，伊写家己是一个抽象的马太。兄弟姊妹，我想无一个人会将家己过去迄个黑历史来记录落来。但是马太用安尼来提醒家己，伊捌是一个罪人呐。另外，马太伊的性情嘛，因为耶稣的看见完全改变。伊是一个有钱人，而且耶稣食饭应该是办甲真澎湃。所以路加福音记载，马太是办大宴席来请耶稣。但是今仔日咱所看的马太福音，伊写家己，伊无写出家己的名，伊敢若写耶稣坐倒伫伊的厝。对一个抽象的人来讲，伊的人生早就互人定型。哎呀，这种人不配入去圣殿敬拜上帝，这种人就是罪人。会当讲伊的人生永远无法度更新。但是耶稣经过伊，对伊讲：“缀我。”耶稣无要求伊先证明家己，无先检查伊的道德是毋是好也是歹。耶稣是呼召伊，然后才开始改变伊。这就是咱的福音真颠覆咱的心的所在，因为咱人拢认为，咱爱将歹的完全改好势，上帝才会欢喜接纳咱。但是耶稣颠倒变，伊先挖滚人，然后才互人开始改变。所以耶稣所带来福音，甲遮个法利赛人所持守的道理非常的无共。伫即段经文内面，当法利赛人看见耶稣竟然入去马太厝里食饭，因眼中所看见的，就是对遮个人厌恶。所以因对耶稣学生讲：“恁的先生写书甲抽象，甲遮歹人做伙食咧。”法利赛人看家己真敖，但是看袂起家己是活伫一个比抽象的搁较歪曲的限制内面。但是耶稣来，就是要拍破这限制。耶稣讲：“勇健的人无欠用医生，独破病就对。”法利赛人听见，一定认为耶稣所讲的破病，就是聚集伫马太厝里遮食饭的人，遮抽象的人。但是实际上，耶稣是伫骂遮个法利赛人，恁才是真正破病的人。因为耶稣所讲的破病，毋是肉体的病痛，耶稣是伫讲人内面的罪。抽象的人，互人定型做无清气的罪人。但是另外遮个表明遵守律法的法利赛人咧，因将家己限制伫律法的内面，较袂记咧上帝设立律法的精神。所以这个马太，伊互耶稣一看，就知影家己需要救赎，比较起来。法利赛人搁较是限制伫家己的仪式的形态，因受着家己的仪式形态的定型甲捆绑。所以咱看见伫圣经中间，耶稣侪摆，互遮法利赛人有机会会当悔改，但是因的心硬，就失去真正认捌上帝的机会。但是伫遮嘛爱澄清，耶稣毋是欣赏罪恶，耶稣嘛无容忍罪恶存在。耶稣爱人离开罪，毋通继续互罪捆绑。毋通继续互罪定型。同款，耶稣嘛毋愿意咱安尼，因为伫咱的身躯顶，拢会互人打一寡标签，亲像讲你是一个失败的人，你是一个无够聪明的人，你是一个情绪有问题的人，你无够属灵。
这标签，互咱的头永远是举袂起来。但是耶稣的恩典要拍破咱互定型的人生，因为耶稣所看的你，绝对毋是你以前是啥。耶稣所看的是你敢愿意来跟伊。第二段经文的主角是管会堂的迄个主管，伊来找耶稣，甲耶稣规讲：我的查某囝拄啊死，总是你来用手摸伊，伊就会活。这是一个真紧急的事件，所以耶稣马上甲伊去。但是，就伫路里出现一个安尼的妇女，就是迄个血流12年的妇女。犹太律法有规定，即个妇女是算做无清气的人，伊染病12年，就代表这12年伊无法度甲人有正常的生活社交，因为伊摸到的物件拢算做是无清气的。这甲第一段经文中间，迄个马太，即个马太是因为伊职业抽象的职业来互人看见。第二段咱会当看见，即个血流的妇人人是因为伊的病来互人看见。所以我伫遮列出一个表，互咱来比较即个管会堂的，甲即个妇人人，因两个人中间真强烈的一个对比。管会堂的人有身份，伊公开求耶稣，伊为伊的名伫其他两本福音书写伊讲，伊叫耶鲁，伊互尊重。但是迄路的即个妇人人咧，伊互社会排斥，伊是偷偷啊挖滚耶稣，几乎无存在感，甚至互看做是无清气的。但是咱就看见，伫安尼一个事件中间，恩典伫即时插队啊！即个爱看头看面，袂当互发觉，爱真细腻，毋通去摸着其他人的妇人人内心受。我敢若摸着伊的衫就会当好。伊毋敢亲像迄个管会堂的，管会堂的是公开来求耶稣。但是即个妇人人，伊毋敢，因为伊知影家己无够资格。虽然伊的内心非常渴慕会当得到医治，但是伊毋敢。毋过咱看见，伊将伊的信心化作行动，伊伸手去摸耶稣的衫。有解经学家讲，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行动，因为一般的犹太人若知影有即种无清气的人伫因四周围。佮摸着因的时，因是会惊到退后3步的迄种惊。但是咱看见奇妙的是，耶稣停落来啊！马太福音记载讲，耶稣活转身，看见伊，甲伊讲：“妇人人啊，做你安心，你的心互你好啦。”真有意思，毋是吗？第一段故事，耶稣看见马太；第二段故事，耶稣看见即个血流的妇人人。伫人的眼中，无起眼的人，耶稣拢有看见。那按照兄弟姊妹你的顺序，应该是先去处理迄个重要任务的代志吧。啊，歹势，请你稍等一下，只是有一个查某囡仔，即个管会堂的查某囡仔，我先去处理伊的代志。但是咱看见耶稣竟然为着即个妇女停落来，伊无继续赶路。耶稣无因为即个妇人人身份的卑微，就叫伊等一下。耶稣愿意互一个长期受到忽略、互排斥的人，伫迄个时刻成做上重要的人。因为伫上帝国度内面，每一个受伤的灵魂，耶稣拢愿意为着因停落来。兄弟姊妹，这就是咱所领受的恩典，就是遐尔宝贝、遐尔奇妙。伫耶稣的面前，咱毋免按照社会地位伫排队，咱嘛毋免抽号码牌来领受恩典。恩典就是白白赏赐互咱。耶稣的恩典，互咱看见，伊要打断的，毋若是一个行程，伊要斩断的是咱内心迄种谁较有资格，才会当得到恩典的想法。咱定定的误解。
哎呀，遐个人较属灵，较有资格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。哎呀，伫教会中间有真侪服侍的人，较有资格互上帝学乐。但是，迄老妇人人的故事提醒咱，恩典毋是赏赐互有资格的人，任何的人，甚至人看无上目的人，嘛有机会会当得到恩典。所以，当耶稣停落来，回头看伊的时，即个妇人人的性命完全改变。即个人，伊连喊耶稣救我的勇气嘛无的一个人，一个人敢若敢去望耶稣背后的这衫的安尼一个人，但是耶稣越过头看伊，耶稣无越过头责备伊讲：你哪会当暗地做安尼的代志？耶稣是对伊讲：妇人人啊，做你安心，你的信互你好啦。新的圣经译本是翻做查某囝，咱台语是讲妇人人，其实查某囝是较接近原文的意思。当然，耶稣毋是即个妇人人的老爸，但是耶稣称伊做查某囝，表现出耶稣对伊的接纳，甲对伊的疼惜。12年以来，伊过是一种互排斥的生活，无人疼伊，无人接纳伊。但是，只是耶稣讲查某囝放心，耶稣接纳伊，耶稣称伊做查某囝。耶稣无叫伊是病人，嘛无称呼伊做迄老的妇人人，因为耶稣要恢复伊上帝囝儿真宝贵有尊严的身份。这段经文非常特别的是，耶稣将这个妇人人甲管会堂的查某囡仔形成一个对照，一个是破病12年的妇女，一个是12岁的查某囡仔，一个是互社会气煞，一个是互老爸所疼惜的。老爸为着伊的死艰苦到紧去求耶稣的安尼一个查某囡仔，两个遐尼大的一个对照，虽然是安尼，毋过耶稣拢看重，因为伫上帝眼中，因拢是上帝所宝贝的查某囡仔。这段记事伫马太甲路加两本福音册拢有记载，咱转去会当详细看。因为三位作者的角度无共款，所以非常有意思。马太福音是写予犹太人看，伊强调耶稣就是弥赛亚，所以伊会简化伊的记载，伊无讲到遐尔详细，伊将焦点放伫耶稣的权柄。但是马可就无共款啦，马可是一个真会晓讲故事的人，所以伊会记载遮个人的动作、遮个人的情绪、遮个细节。但是路加伊是一个医生，所以医生伊讲究是历史根据甲人的处境，所以路加有特别显出即个妇人人的苦境。路加又描写讲，即个妇人人伊是用尽伊所有的钱，看遍所有的医生，但是拢无一个人会当医好伊。但是咱看见这两个妇女所发生的故事，是要互咱有啥物启示呢？咱会发现，耶稣毋若是处理两个人的问题，耶稣是行入去一个人的生命的断点，人生的断点。这个管会堂的家庭拄啊面对死亡，其实耶稣去已经袂赴啊。这个迄老的妇女，当年互病拖掉的，伊的人生早就失去盼望。但是奇妙的是，耶稣伫路里停落来，伊无要互死亡，无要互绝望来做最后的决定。所以这段经文咧提醒咱，当咱的人生面对关卡，甚至已经互拍断，看起来走投无路的时，咱到底是要相信什么？是继续相信家己会当改写咱命运的结局吗？也是相信耶稣要伫掌权？是相信耶稣有权柄会当改变咱的结局呢？所以第三点，咱看见，当人认为讲我的结局已经写好势啊，无可能有任何改变的可能性的时，耶稣才写出一个新的开始。伫马可、伫路加福音拢有记载，
当耶稣甲即个赫来妇女伫讲话时，有人来甲即个管会堂的讲：“你的查某囝已经死啊，所以免劳烦老师去你的厝啊。”咱若读较细腻的，会发现头拄啊马太福音是讲，即个查某囡仔拄啊死，但是马可、路加较讲，即个查某囝较是耶稣要袂到伊的厝的时才死。所以到底是已经死，也是要袂死？三本福音册作者拢对，因为我头拄仔讲过，因强调的时间点是无共款的。马太伊强调的是耶稣的权柄，所以伊敢若记载即个结果，即个查某囡仔已经死，伊写出即个事件的即个结尾，为着就是要来凸显出耶稣一人已经死啊，嘛会当改变。但是人软弱的眼光根本看袂出耶稣应允的未来。当耶稣一到迄个管会堂的人的厝里，看见有分达来的，嘛众人伫遐哭。耶稣对因讲：“提起，因为查某囡仔毋是死，是咧困。”这人听到安怎笑伊啦？因为即种代志非常自然啊，对咱来讲嘛是安尼啊。一个人死已经结束啊，毋是吗？所以唯一咱会当做的，就是为着伊来办丧事，毋是吗？但是耶稣讲，即个查某囡仔毋是死，是伫困。耶稣毋是讲耍笑，因为对耶稣来讲，伊要伫即个时间打断死亡就是结局的限制。所以耶稣牵即个查某囡仔的手，伊就活起来啊。这段经文嘛有一个真有意思的所在，就是迄个得到赫拉的妇人人，一生算做无清气的人。即个死去的查某囡仔，伊嘛算做是无清气的。按照犹太人的规矩，人袂当去接触遮的，因为你若摸着，你嘛算做是无清气的。但是咱看见耶稣无任何禁忌，伊毋惊互即个赫拉的妇人人摸着，伊嘛毋惊去摸着即个尸体。耶稣主动接近，因为伊的权柄、伊的权能是赢过污秽、赢过死亡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伫面对咱生命中间，有一寡咱认为已经死啊的物件，譬如讲你的信仰，你感觉我的信仰已经死啊，真冷淡。譬如讲我甲人的关系破裂啊，已经死啊，无可能啊。也是伫我的家庭中间发生一寡代志，互我感觉我的家庭已经无盼望，已经死啊。也是咱对咱的未来无任何期待，我的未来已经死啊。甚至咱会替这破碎来办理告别式，因为咱认为绝望啊。但是福音互咱看见，耶稣要行入去咱认为上无可能的所在。伫人的眼光看起来是一个据点，但是伫耶稣的眼中，敢若是一个逗号。咱看今仔日的经文出现三种互打断的人生，互罪定刑的人生，互资格限制的人生，互绝望判死刑的人生。但是咱嘛看见，无论安怎黑暗，耶稣拢愿意行入去。伊无按照世界的标准来定义你，伊仰望的是你的手敢愿意伸出去，互伊来牵。所以对我即种毋愿意时间互打断的人来讲，今仔日的经文实在是一个真重要的提醒，因为真正的恩典毋是照计划才会发生，恩典运行的所在嘛毋是伫完美的特殊的中间。所以这嘛，互我重新思考“恩典”这两个字。什么叫做恩典？就是原本咱无应该得到的，但是上帝白白赏赐互咱。毋过有时咱会将恩典划括伫我信主的迄个时刻。哦，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，迄个时刻我得到恩典。然后恩典就跟我的人生无任何的关系哦。但是恩典毋若是发生伫咱信主的时刻。伫每一天，伫每一个时刻，咱拢有上帝恩典。亲像提摩太凯勒牧师所提醒的，伊讲：
上帝赏赐互咱稳定，毋是用一种空泛的，毋是用一种互咱一解就够业的安尼方式。上帝互咱稳定，是伫咱每一工，一解一解，将咱所需要稳定赏赐互咱。望这嘛会当成做咱的祈祷。咱求上帝一工搁一工，一摆搁一摆，伫我想袂到的时刻，将稳定赏赐互我即个卑微搁软弱的人。因为若无稳定，咱是要安怎活咧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看见稳定就是遐尔啊奇妙。稳定伫阮想袂到的时刻，来到阮的性命，救赎阮，帮助阮。伫稳定的中间，阮定定无看见稳定，直到阮掠做上帝离开阮，总是当阮搁一摆算数阮每一工的生活甲日子，阮看见若毋是稳定，我哪有可能会活？主啊，恳求你透过今仔日这个人的人生的故事，再搁一摆来提醒阮。主啊，愿互阮有一个拍开的心、仰望的心、随时接受稳定的心，互阮毋是将门关起来，靠家己。主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对这个经文中间，搁一摆体会你要互阮的启示甲帮助。愿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请做伙来读今日的经句，咱做伙读2遍。耶稣把为咱的罪受过送，过骨化的是天意，来得到国活。罗马书1章25节。耶稣把为着咱的罪受过送，好为着咱的罪称的义，来得到国活。罗马书4章第6节。大家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128首，圣诗128首，请起立。请坐。奉献，请廖桂干执事、曾宁仪执事来负责奉献。
请起立。请坐。消息报告。第一点，今日是环境主日，请兄弟爱护上帝所照的大自然。第二点，松山国小生命教育事工定6月9号透早8点要举行家业式，请关心的兄弟姊妹来参加。第三，无区消息。第一点，萨摩尔无区伫下晡10点30分要召开夏令营的筹备会，请同工要参加，请牧师报告甲介绍新来的朋友。好，即是咱来祈祷，咱来为着咱的世界，为着台湾，为着各地宣教士祈祷。那么为着咱建堂事工，为着宣教礼拜关怀，也是培育的遮事工来祈祷。那么为着怀孕的姊妹新营，咱嘛真恭喜如营吼，如营就是荣辉兄甲义乡长老的新妇吼，因嘛预产期是伫10月底，咱嘛恳求主保守因。咱嘛为着身躯欠满的兄弟姊妹，为着过干即事、文珠姐、怡离、直cou兄、生午即事、燕纯节、应轩节、林随长老、慧玲姐、秀慧姐、金芬姐、雨婷、阿卡姐、明珠姐、方梅姐、俊成兄、丁友兄、明理姐、道明兄、阿菊姐，互咱开喙为着遮个事，为着遮个集体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，我很感谢你，赐即阮来到你的面前敬拜，也做伙来祈祷。阮看见即个世界需要你的医治，真侪的罪也是无公义，伫其中伫运行，造成人类互相伤害，也是阮有逐样的自私，逐样的才会伤害伫无共款的人的身上。主，阮恳求你的医治看顾。也为着阮即片土地来祈祷，恳求你怜悯阮台湾，帮助阮。主面对真大的威胁，主恳求你帮助，互阮会当勇敢，也互阮遮同胞也会当有较侪人会当认捌你。也为着各地宣教士祈祷，阮相信有真侪宣教士为着福音咧拼命，因甚至有诶伫真危险诶所在，阮恳求你会看顾。陪伴因的需要，也将因所传扬的会当种伫迄块土地顶面。阮也为着教会来祈祷，为着阮的建堂，为着阮宣教、敬拜，也是关怀、培育，遮个逐样的事工来祈祷。主恳求你帮助，互阮伫即个新的时代，会当有新的眼光，会当来行往上帝你爱阮所起造的一个新，会当伫社区伫世界传福音的一间教会，主恳求你，互阮所接触的每一个朋友，也会当因为上帝你的听，互因会当来得着福音。
阮也为着阮会怀孕的姊妹信盈甲如盈来祈祷，恳求你帮赞因，互因有健康的身躯，也保守因腹肚内的胎，互因拢会当真平安、真健康来成长。阮也为着身躯欠安的遮兄弟姊妹祈祷，有诶经过手术，有诶长期伫厝里疗养的，有诶每一工爱做复健的，有诶爱食真侪药仔的。主啊，阮恳求你的医治看顾，祝福遮兄弟姊妹伫病痛中间，也无失去仰望甲信心，互因相信上帝你医好迄个得着血流的即个婚姻人，主你也有权柄会当医好所有的人。当时主你的时也未到，就互阮会当持守信心、坚固信心，来行每一工的脚步。互阮相信上帝你对阮一定有美好的安排。主，阮也为着阮兄弟姊妹中间，可能内心也有欠安、无平安的兄弟姊妹祈祷，恳求你也医治看顾，用你奇妙的光照入去人上黑暗的所在，来成做阮的愿望。主，阮将兄弟姊妹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，恳求主你引带带领，互阮每一时刻拢会当领受稳定，也每一时刻也当行出有见证的生活。阮咱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，阿门。这是咱伫主的厅内面，咱来行平安礼。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，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，我看见你来明有主的应用，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。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，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，我看见你来明有主的应用，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。这是来吟诗圣诗390首。吟诗了，请牧师就导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